今日我想為閣下推薦一間寶藏頭療店，位於羅湖嘅悠然自得頭療按摩 SPA 店，因為服務質素高，深受客人喜愛，已經開到第3間分店啦。喺 SPA 入邊有各種唔同嘅精油香薰，閣下可以隨意挑選自己喜歡嘅精油，去開啟我哋嘅 SPA 按摩之旅。手法熟練、穴位精準嘅技師，將會透過全新精油 SPA 帶你體驗到全身放鬆，真係舒服到瞓着咗都唔知㗎。喺足療方面，呢度設有獨立嘅電影包廂，提供充足嘅零食糖水，閣下可以一邊食糖水睇電影，仲可以一邊做足療。最後喺頭療方面，技師會先從頭部按摩，然後再用精油放鬆肩頸，再用舒緩嘅蒸汽打開頭皮嘅毛囊，用中草藥做水循環，最後再用泡泡度按摩，連耳仔都會幫你洗乾淨㗎。做完之後個頭舒服到好似輕咗咁啊！最重要嘅係，我哋仲有專人幫你吹乾咗頭髮，等你可以瞬間變靚。喺呢度，無論你幾多個人嚟，我哋都設有獨立包廂，每一間包廂有獨立嘅沖涼房，私隱度極高。而家喺美團買券100零蚊就可以體驗到，心動不如馬上行動。我哋嘅地址係1號國貿地鐵站 B 出口，行300公尺到新安大廈13樓。